如果嚟北京旅行，除咗去故宮、天安門、長城，其實我覺得最值得睇嘅反而係北京嘅街頭。今次我哋住喺北京百富怡大酒店，位置真係幾方便，一落樓行幾分鐘就已經可以開始我哋今日嘅街拍。第一站就係春秀路，呢條街雖然唔算好大，但人氣真係唔錯。兩邊有好多餐廳、咖啡店、酒吧同埋各式各樣嘅小店。日頭會見到附近居民、上班族匆匆忙忙返工，到咗夜晚又變成另一個世界。好多後生仔同外國朋友都會嚟呢度食飯、飲嘢、傾偈。我自己幾鍾意行呢啲街，因為唔需要趕景點，只要慢慢行就可以感受到一座城市最真實嘅一面。一路行到東直門大街，感覺又完全唔同。呢條係北京其中一條主要幹道，車流量非常大，巴士、地鐵、私家車、自行車不停穿梭，真係可以感受到北京繁忙嘅都市節奏。最特別嘅係呢度附近就係北京其中一個使館區，沿路可以見到澳洲駐華大使館、加拿大駐華大使館，仲有德國駐華大使館。每一間使館門口都掛住自己國家嘅國旗，保安措施亦都比較嚴密。經過嘅時候都可以感受到呢一帶同其他地方有少少唔同。呢條係北京其中一條主要道路，車真係好多，人流亦都非常旺，高樓大廈一棟接一棟，地鐵、巴士、的士、自行車不停穿梭，好有大都市嘅感覺。一路上仲會見到唔少外國人，有啲可能係外交人員，有啲係留學生，亦都有遊客，所以行喺呢度真係有種國際城市嘅感覺。再繼續向前行，就會嚟到東直門外小街。相比頭先嘅大馬路，呢度就安靜好多。如果你鍾意街拍，我覺得呢啲地方反而更加值得慢慢行，因為你見到唔係旅遊景點，而係北京人每日真正嘅生活。一路行一路睇，你會發現北京真係好大，亦都好有層次。一邊係充滿歷史文化嘅古都，一邊又係現代化國際大都市，高樓大廈同歷史建築可以共存，感覺好特別。旅行有時唔一定要不停打卡，放慢腳步行下街，睇下當地人生活，反而更加容易認識一個地方。冇大型商場，冇旅遊景點，但就充滿生活味。便利店、水果店、小食店、早餐店、藥房，仲有好多地道小餐館，全部都係附近居民每日都會幫襯嘅地方。我好鍾意拍呢啲畫面，因為真正嘅旅行未必一定要去最出名嘅地方，有時一條普通街道、一個路口、一間小店，反而更加值得記錄。一路慢慢行，你會發現北京真係好乾淨，街道闊落，綠化做得幾好，城市規劃亦都好完善，歷史同現代融合埋一齊，難怪北京一直都咁有魅力。如果下次你嚟北京，又住喺東直門附近，我真係建議你唔好淨係趕景點，不如留半日時間，好似我哋咁慢慢行下春秀路、東直門大街，再去東直門外小街，感受下北京人嘅日常生活。有時旅行最珍貴嘅回憶唔係去咗幾多景點，而係你喺街頭見到嘅人、聽到嘅聲音，同埋感受到嗰份屬於當地嘅生活節奏。我自己好鍾意街拍，因為一座城市真正吸引我嘅唔係最高嘅大樓，亦唔係最出名嘅景點，而係當地人每日生活嘅畫面。只要慢慢行，你就會發現每條街都有屬於自己嘅故事。我希望透過鏡頭唔單止帶大家睇北京有幾靚，更希望將我眼中嘅北京分享俾大家。因為旅行最有價值嘅從來唔係景點，而係你喺旅途中嘅感受同埋遇見嘅每一個畫面。如果有一日你都嚟北京，我希望你唔好只係跟住旅遊攻略，不妨放低手機，慢慢喺街頭行一陣，望下身邊嘅人，聽下城市嘅聲音。我相信你一定會發現一個屬於自己嘅北京。
如果大家鍾意今次嘅北京街拍，記得幫我哋點讚、留言、訂閱堅人堅事，感謝大家的收看，我哋下集再見。